成個香港而家最大嘅騙局就係銀行俾你嘅高息定存。好多人仲傻傻地以為係福利係檢漏，其實你存入去每一分錢都係銀行自救嘅救命錢。今日我徹底拆穿呢個瞞住90%香港人嘅金融真相。最近大家有冇發現一個極反常、極詭異嘅現象？而家隨便開手機銀行或者行落街邊，任何一間銀行分行，鋪天蓋地都係港元高息定存廣告，無論係半年期、1年期普通定存，又或者係大額專屬存款計劃，息率全部飆升，比起以前常態高好多。普通街坊閒錢入去，利息已經好可觀。如果係大額資金落袋，個利差更加係吸引到好多人即刻心動。所以而家好多香港市民、散戶投資者都紛紛跟風，將手頭流動資金閒置港元存數搬入銀行做定期。大家心裏面嘅諗法都好一致。而家股市上落無常，波動極大，樓市又持續調整，貶值風險重重，兩大投資市場都完全冇安全感。反而港元定存唔使擔驚受怕，唔受市況影響，每個月每一期都有穩定利息落袋，簡直係零風險穩賺嘅神仙產品。絕大部分人都默認呢啲超高息定存係銀行回饋街坊、讓利市民嘅民間福利。但我今日同大家講一句最真話、最殘酷嘅金融真相：呢啲看似着數嘅高息優惠，絕對唔係福利，係警報。香港銀行瘋狂搶港元、狂推高息定存嘅背後，根本唔係益大家，係香港金融體系長期慢性失血、流動性缺口愈撐愈大、引金融危機逐步發酵嘅超級預警。呢條片我會由淺入深，用數據、用邏輯、用真實市況，逐層拆穿呢個騙局。事關大家每一分血汗錢，一定要耐心睇完。好多人淨係見到眼前穩定利息，完全忽略咗高息背後嘅深層金融博弈同埋系統性風險。我哋結合美聯儲貨幣政策週期、金管局官方公開數據、香港銀行核心資產負債指標、本地經濟結構最新變化，就可以好清楚睇到全貌。香港銀行不惜工本搶港元存款，唔係想賺錢，係被逼自保。每一項高息定存優惠都係金融機構預判緊未來金融風浪，提前儲量避險嘅動作，亦都係香港流動性收緊、經中就地轉弱嘅最真實寫照。今日我用最貼地、最通俗嘅粵語講清楚呢啲普通人睇唔明嘅底層邏輯，幫大家避開財富陷阱，守住資產。想讀懂呢一場金融亂象，首先要打破一個90%港人都會搞錯嘅誤區。商人銀行從來都唔係慈善機構，所有看似讓利、看似益街坊嘅高息活動，所有高於市場常態嘅回報，全部都係商業化計算出嚟嘅策略，絕對唔會無端端送錢俾市民。銀行願意俾3厘、4厘，甚至更高成本吸納散戶手上嘅港元，唔係大方，係因為市民存款係全市場最平、最穩、最優質嘅低成本資金，係銀行撐住盤面、優化帳目、維持運作嘅核心籌碼。銀行業最基礎嘅生存法則好簡單，全地球銀行都一樣，存款係負債，放貸先係收入。銀行收儲要持續支付利息成本，如果想生存、想盈利，就必須將吸翻嚟嘅存款以更高息、更高效率借出去賺取存貸息差。呢個係銀行唯一健康持久嘅賺錢模式。換句話講，如果市場上面冇足夠優質嘅借貸客戶，資金借唔出去、投放唔出去，銀行每收一筆定期就等於多一筆純成本支出，收得越多，虧得越多。我哋用真實數據量化俾大家睇。而家香港銀行攬存嘅綜合成本普遍喺3.5厘至2厘之間。銀行要保本，要賺合理利潤，對外放貸嘅利率起碼要2.5厘以上先有得做。以前市況好，企業擴張，市民積極入市，借貸需求旺盛，銀行資金流轉極快，高息攬存嘅成本完全可以靠放貸，利潤覆蓋根本唔係問題。但而家個市場已經完全唔同，供需錯配去到近幾年最極端嘅水平。以往願意承擔高息借貸撐起銀行信貸利潤嘅企業同投資者，而家數量已經跌到多年低位。成個市場冇人接海量港元資金，銀行帳面囤積巨額閒錢，完全放唔出去，賺唔到息差，傳統信貸利潤近乎冰封。呢度所有人都會有一個疑問：既然放貸冇得賺，攬存只會虧，點解各大銀行仲要力勢加價，瘋狂搶港元？答案好殘酷，唔係想賺，係必須保命。而家香港銀行體系嘅流動性壓力已經去到階段性頂峰，市場正處於一種極隱蔽、極危險嘅陰乾式金融收縮。呢一種危機同大家聽過嘅亞洲金融風暴、
雷曼爆煲完全唔一樣。以往嘅金融風暴都係急性爆發式危機，一日之間股市暴跌、樓價崩盤、匯率狂瀉，所有人都即刻感受到恐慌。風險一次性釋放，一次性出清，市場陣痛之後就會慢慢修復。但而家香港面對嘅陰乾式失血係無聲無息，日日消耗，長期蠶食，冇暴跌、冇爆煲、冇驚天新聞。但金融體系嘅存量資金、市場活力、經濟動力一路持續萎縮，呢種隱蔽傷害最可怕，潛移默化，改變資產估值、壓縮經濟空間、削弱市場韌性，持續10幾年都得。普通人根本察覺唔到，等到發現唔對路，資產已經縮水，倉位已經被套。翻睇香港幾十年金融興衰，大家就會明白今次變局有幾嚴重。過去幾十年，香港係內地出海、外資入華嘅唯一核心金融中轉樞紐。海外資本想投資中國內地企業，想海外融資、跨境貿易想結算兌換，全部都經香港處理。海量外資跨境港元長期沉澱喺本地銀行體系，令香港長年水浸資金泛濫，流動性極之充裕。當年資金多到用唔晒，銀行根本唔使搶存款，唔使加高息，各行各業不停開鋪擴張增資擴產，市民踴躍買樓投資入市置業，消費投資信貸全部火爆市場，資金周轉效率極高，銀行淨係靠日常流水同穩定息差已經賺得盆滿缽滿。港元定存利息長期偏低係最正常嘅黃金常態，但近幾年成個市場邏輯徹底反轉，環球經濟復甦乏力，地緣格局大變，香港本地經濟進入全面收縮週期，無論大中小企業都齊齊縮減開支、減負債、囤現金、停擴張，就連本地深耕多年嘅大型企業都主動優化帳目，降低信貸規避風險，唔再亂投資，唔再亂借錢。普通市民心態都180度轉變，由以前嘅積極入市、大膽投資，變成而家嘅縮表避險、保守觀望，樓市唔敢接，股市唔敢炒，實體唔敢投，全社會投資意願同消費意願持續走弱。銀行帳面囤積海量港元資金，但完全冇有效投放渠道，傳統盈利模式直接失效。所以銀行高息搶錢嘅終極邏輯好清晰，預判未來1-2年金融風浪極大，不確定性極高。為咗守住監管流動性底線，規避系統性風險，必須提前囤積港元現金彈藥。就算短期蝕利息、壓縮利潤，都要鎖死市面流動資金，用最保守嘅姿態過冬避險。銀行大規模高息攬儲，從來都唔係睇好後市，係提前預警風險，主動自救。呢個係金融行業萬年不變嘅鐵律。常態化流動性緊張已經好麻煩，而每年仲有一個致命時間節點，會令香港銀行資金壓力瞬間爆升，就係9月嘅雙重金融考核週期。好多街坊以為9月只係普通月份，完全唔知呢個月暗藏雙重致命風險，直接牽動幾百萬業主月供、千萬投資者資產安危，亦都係今次高息定存提前爆發嘅核心原因。第一層風險係銀行季度監管考核，熟悉金融嘅朋友都知，每年3、6、9、12月係香港銀行法定結算考核窗，所有持牌銀行必須向金管局同股東提交資產負債表、流動性覆蓋比率、資本充足率、不良貸盤率等核心指標，必須全數達標。一旦數據唔合格，就會面臨罰款、評級下調、業務受限、擴張叫停等嚴厲處罰，直接影響銀行正常運作。好多人又會疑惑，金管局數據話本港主要銀行流動性覆蓋比率長期預入80%，遠高於國際百分頭底線，睇落好安全，點解仲要瘋狂搶存款？呢度就係最大誤區。過往嘅高數據係建立喺市場資金充裕、同業拆借順暢嘅環境之上。以前水浸市，銀行缺錢，可以即刻喺同業市場平價拆借，輕輕鬆鬆過考核，根本唔需要益散戶高息攬存。但而家市場已經乾涸，全行進入全員自保模式，人人囤現金，人人鎖資金，人人唔借貨，同業拆借市場近乎停擺，冇銀行願意平價出港元，所有機構只可以靠自有資金硬過考核。呢個就係點解每年8月初開始，全港銀行齊齊加息推定，全部分大額產品息率直至衝破氣嚟，係所有優惠、所有加息全部係提前佈局，拉高存款基數，增厚資金儲備，只為安穩度過9月底，計到考核。表面係益街坊嘅高息福利，實質係銀行係怕考核唔過、怕風險爆煲嘅自保操作，係流動性緊缺最直接嘅證據。比起顯性嘅考核壓力，9月第2層隱藏風險係90%投資者都會踩嘅大坑。全民錯誤嘅美聯儲降息樂觀預期，而家市場主流諗法好一致，
美聯儲下半年會降息，美國息口回落，香港跟住減息，流動性就會寬鬆，港股樓市就會反彈，市民月供壓力都會減輕。呢個睇似合理嘅預期，其實有致命邏輯漏洞，完全忽略咗多年累積嘅港美息差結構性失衡。對上一輪美聯儲加息週期，美國基準利率累計加咗超過500個基點，力度極其兇狠。但香港最優惠利率僅跟加不足，80個基點跟進力度嚴重不足。呢個巨大落差製造出超大港美息差空間，海量跨境套利資金即刻把握機會，將低成本港元兌換成美元資產，持續抽走香港港元存量，長年累月嘅資金外流，進一步抽空本地流動性，形成加息跟得弱，息差愈大，資金走得愈多，流動性愈緊嘅死循環。市場而家預期9月美聯儲最多降息25至50個基點，甚至有大行預判維持利率不變。我哋可以好肯定講，呢個微小降息力度完全抵消唔到長年累積嘅巨型港美息差，根本扭轉唔到資金外流趨勢。好多人天真以為美國一降息，1000億資金就會流返香港，但大家要明白資本逐利嘅本質，區20-30點嘅降息完全抹唔晒跨境套利，利潤對住手握萬億美金嘅外資機構。呢啲微調完全改變唔到資產配置策略，外資大規模回流香港根本唔會發生。香港各大銀行研報早已預判結局。今輪美聯儲輕微降息，完全救唔返香港緊張流動性。一旦市場降息預期落空，仲會觸發新一輪資金拋售，港元收縮，市場震盪。正因為提前睇穿後市風險，各大銀行先至會提早年中攬儲，不惜成本鎖住港元，對沖9月議息之後嘅市場波動，規避短期流動性缺口引發嘅系統性風險。而呢一場高息攬儲、流動性收緊嘅大戲，最終最慘、最無助，承受最大壓力嘅就係全港幾百萬住宅按揭業主。呢個係我今日重點提醒大家嘅核心風險，千萬唔好忽視。香港絕大部分私人住宅按揭利率直接掛鈎銀行同業拆借利率，大家嘅月供幾多，借貸成本高低，完全跟住拆息走。而香港金融市場有一條萬年不變嘅隱形鐵律，同業拆息永遠高於同期港元定存息率。換句話講，只要銀行需要靠3厘4厘高息先搶得到存款，代表市場資金極度緊缺，銀行成本極高，拆息就會長期企喺高位，按揭利率根本冇下調空間。大家期待嘅減息減壓樓市回暖，短期之內根本唔存在。而家好多業主咬緊牙關，頂住高位月供，日日盼住年底下年減息，但現實好殘酷，銀行攬存成本長期高企，按揭利率唔單止落唔到，未來隨時有機會上調按揭、封頂利率、收緊房貸規則，進一步加重供樓壓力。更加值得警惕嘅係，大部分業主嘅供樓結構極度不健康，大家每月俾嘅高額月供，絕大部分都係利息支出，真正扣減本金嘅比例極低。好多人供樓8年10年，本金幾乎冇點少，長年累月淨係幫銀行打工交利息，負債居高不下。對比08年之後10幾年嘅樓市黃金期，大家就知而家環境有幾惡劣。當年香港按揭利率長期維持1至2厘超低水平，租金回報率遠遠高過房貸利息，買樓自住之餘，仲有正向現金流置業，絕對係優質投資，全民搶住入市。而家完全反轉，私人住宅平均租金回報率得返2.3厘至2.5厘，但按揭息率遠高於租金回報，形成嚴重嘅利率倒掛、收益倒掛。呢種不健康結構直接冰封樓市購買力，投資者買樓租唔抵淨虧損，絕對唔會入市。剛需客面對超高月供、高息壓力，亦都不敢隨便上車接盤。購買力持續萎縮，令香港樓市陷入嚴重分化調整。土地註冊處數據看似成交回升，但呢個數據極具欺騙性，整體成交好幅上漲，完全靠高端豪宅、人才引進新剛需支撐。普通二手住宅成交持續低迷，長期低位橫行。發展商為咗減壓還債盤活現金流，不停推出新盤特價、低首付、利息補貼、送車位等優惠搶客，大量平價新盤湧市，直接搶走二手市場客源。二手業主徹底陷入兩難，唔賣就長期空置，月貼月供貼管理費，賣就低價割肉，帳面實蝕，持續落去。二手市場好大機會出現集中劈價放盤，樓市調整週期會進一步拉長，樓市寒冬遠遠未結束。講到呢度，大家一定會問：高息攬存、流動性枯竭、樓市調整、經濟轉弱都只係表面現象，到底深層次核心原因係咩？
點解香港金融會持續失血？銀行經營愈趨悲觀？答案係一個極少博主願意深入拆解嘅長期結構性巨變。港元嘅金融價值正在持續邊緣化，港元跨境結算需求、企業借貸需求、市場流通規模、資金沉澱體量全線持續收縮。呢個轉變會直接改寫香港未來10至20年嘅金融定位同經濟命運。回望過去，香港係內地企業出海、外資入華嘅唯一核心中轉樞紐，離岸發債、跨境融資貿易結算、外資落地全部靠香港，靠港元完成。港元憑借自由兌換、匯率掛鈎美元資金自由流動嘅優勢，坐穩亞洲核心跨境結算貨幣地位，需求旺盛，業務穩定，金融生態良性循環。但隨住地緣格局轉變，人民幣國際化提速，內地金融市場全面開放，香港傳統港元中轉、港元融資嘅獨特優勢被持續稀釋，三大核心資金源頭同步萎縮，形成不可逆嘅港元資金缺口，徹底顛覆香港金融生態。第一重缺口，跨國企業亞太總部持續撤離。過往大量外企將亞太總部設喺香港，海量企業儲備資金、營運資金以港元形式長期沉澱，係香港銀行最穩定、最低成本嘅核心資金來源。而家總部持續遷出，直接帶走萬億級別港元存量，掏空銀行資根基。第二重缺口，內地企業融資模式徹底轉型。以前內地大企業出海融資，手上香港港元、美元離岸貸款，因為海外息率平過內地人民幣貸款，性價比極高。但而家內地貨幣政策持續寬鬆，人民幣貸款利率長期低位，本土融資成本遠遠低於香港高息港元貸款，所以大量內地企業主動提前還清離岸港元債務，支換本土人民幣低息負債。再加之上層持續擴容債券通、南向通，支持內地企業本土發債融資，進一步減少離岸港元借貸需求。呢個轉變對香港銀行係毀滅性打擊。內地大企業原本係香港銀行最大、最優質、最穩定嘅核心客戶，係銀行最主要嘅盈利來源。而家大客戶批量離場，退出港元融資市場，銀行直接失去穩定現金流同利潤增長點。冇咗優質大客戶，銀行只可以將放貸目標轉向風險更高、資質更弱嘅本地中小企，同普通市民信貸風險飆升，盈利穩定性徹底崩塌。第三重缺口，本地消費資金持續外流，經濟內循環斷裂。隨住大灣區融合深化，香港市民消費場景全面北移。每逢週末同公眾假期，數百萬港人北上消費、旅遊、購物、就醫、休閒，海量港元兌換成人民幣留喺內地流通，再亦唔留返香港銀行體系。以前香港資金有完整閉環，市民消費流入本地商戶，商戶盈利傳入銀行，銀行再放大賦能企業刺激消費，循環帶動經濟活力同流動性。而家呢條核心鏈條徹底斷裂，本地商戶營收大減，虧損經營甚至倒閉，唔單止冇錢存入銀行，反而需要借錢周轉，本地市場自我造血能力完全衰退。三重資金源頭同步收縮，令香港銀行陷入進退兩難嘅絕境。優質業務冇晒，企業需求歸零，本地資金流失，信貸冇優質標的。為咗滿足監管資本充足率、流動性、覆蓋比率，硬性要求保住基本營運，銀行只能夠轉頭收割普通市民、中產同退休人士，靠3厘4厘高息吸納散戶港元，填補巨大資金缺口，應付監管考核。但散戶資金都係短期閒錢，零散資金穩定性遠遠不及企業大額存款，而且而家市場冇優質高回報放貸標的，銀行吸翻嚟嘅海量港元只可以買入低風險政府債券同業存款，賺取微薄到極致嘅息差，純粹求生存唔求發展。財經界將呢種企業銀行個人齊齊收縮，只求保本唔求增長嘅狀態定義為資產負債表衰退。而家香港市場無論機構、企業、散戶，第一目標唔係賺錢，擴張係減債套現、避險守本金，全社會投資消費、創業活力全面低迷，市場徹底失去進取型投機資金。呢個就係港股長期低迷、樓市持續調整、實體經濟復甦無力嘅終極原因。市場剩低嘅全部係避險資金，只求保值唔求升值，唔會主動推升資產價格，冇增量進取資金，市場永遠唔會出現全面大牛市，只可以維持結構性分化、局部震盪嘅弱勢新常態，而且會長年持續。透過港元邊緣化嘅表象，我哋可以睇清香港未來嘅轉型大勢。香港正由傳統港元離岸金融中心加速轉型為離岸人民幣核心樞紐。
傳統港元結算、港元融資、港元信貸業務會持續萎縮，離岸人民幣理財、人民幣跨境結算、人民幣離岸融資會成為香港金融未來10年嘅核心增長賽道。金管局最新數據顯示，本港人民幣業務資金規模持續擴容，離岸人民幣貸款規模屢創新高。港交所亦持續推出人民幣債券、人民幣期貨、跨境理財等新產品。呢個係國家金融開放、大灣區融合嘅必然趨勢，亦都係香港必須經歷嘅轉型陣痛。基於以上全套底層邏輯，我哋可以鎖定未來香港金融3大不可逆趨勢，直接影響每一個港人財富。第一，香港正經歷長期隱蔽嘅陰乾式衰退，冇崩盤暴跌，但收入、盈利、消費活力長期收縮。昔日高增長、低息寬鬆嘅黃金週期徹底完結。第二，9月美聯儲議息過後，市場極大機會迎來新一輪匯率波動，資金外流、流動性收緊，銀行會進一步加息鎖錢。第三，香港高息環境會長年持續，樓市調整週期大幅拉長，短期絕對冇全面回暖機會，高位月供壓力會長期伴隨業主。面對呢場幾十年一遇嘅金融結構大變局，普通市民同投資者應該點樣自保？點樣配置資產？點樣守住血汗錢？我整理咗一套接地氣、可落地嘅避險策略，適合所有普通散戶。第一，即刻扭轉錯誤理財觀念，高息定存絕對唔係福利，係銀行流動性恐慌信號，千祈唔好將所有港元資金一次性鎖死。長期定期必須長短期限搭配，保留足夠活期流動資金應對突發開支，分散配置、分散風險，唔好孤注一擲。第二，嚴禁盲目加槓桿入市。而家高息持續，流動性緊張，市況波動極大，高槓桿、高負債風險極高。已經持有房產股票而且負債較重嘅朋友，盡量優化現金流，提前減債，降低月供壓力，避免後市輕微波動就出現斷供爆倉危機。第三，剛需買家千萬唔好衝動接盤，唔好被短期局部成交回暖、高息定存熱度誤導。而家樓市回暖係假象，冇充足流動性同經濟基本面支撐，貿然高位上車只會被套，一邊資產貶值，一邊長期負息，嚴重拖垮家庭財務。第四，港股投資者徹底改變心態，而家市場全係避險資金，冇全面牛市基礎，短線投機追漲殺跌極容易虧損，後市優先揀現金流穩負債低、抗週期嘅優質標的，遠離高度依賴港元流動性本地消費嘅弱勢板塊，減少操作，穩守保值。第五，外幣配置切忌，賭單邊息差、單邊匯率。美聯儲貨幣政策變數極大，息差同匯率雙向波動風險極高，套利利潤隨時會被匯率虧損，全數吞噬甚至蝕埋本金。第六，長遠配置要順勢而為，適度佈局離岸人民幣低風險產品，順應香港金融轉型、大灣區融合大勢，打散單一港元資產風險。未來投資市場比拼嘅唔係增值速度，係風險抵禦能力、現金流穩定性、本金安全度，守得住本金先至有機會贏。最後，我同大家完整復盤一次成條邏輯鏈，由街邊隨處可見嘅高息定存入手，拆穿銀行讓利假象，講明係金融機構應對流動性缺口、監管壓力、後市風險嘅自保行為。再透過港美息差、9月議息週期，拆解階段性流動性收緊嘅成因，跟住解讀高息對樓市業主股民嘅持續傷害，深入拆解港元邊緣化、企業融資轉型、資金外流3大結構性病根，最後結合香港金融轉型方向，俾出普通人最實用嘅資產避險方案。市面所有反常現象從來都唔係偶然，高息定存常態化，息率居高不下，樓市持續調整，港元流動性收縮，資金持續外流，全部係港元金融體系長期收縮嘅連鎖反應。理財投資最忌跟風從眾睇片面消息，只有睇得透宏觀大局，識得底層邏輯，預判風險先兆，先可以避開財富陷阱，守住自己每一分血汗錢。今日同大家全方位拆解咗香港銀行高息攬存背後嘅金融真相、隱藏危機、後市走勢同埋實操避險策略，全篇乾貨句句真心，絕對係市面少有人講得透徹嘅深度分析。覺得呢條片對你有用，可以幫你避坑守財嘅朋友，即刻點讚、收藏、轉發、分享俾身邊買樓、炒股、揸港元資產嘅親友，等更多人清醒避風險。記得訂閱我嘅 YouTube 頻道，打開小鈴鐺通知，我會持續深度拆解香港樓市、銀行業態、環球息口、資產配置最新變化，定期更新獨家後市解讀同埋穩健理財策略，帶你精準把握週期，
規避隱形金融風險，穩穩守住個人同家庭財富。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傾偈，講下你對港元高息定存香港後市嘅睇法，我會逐一回覆互動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